个高速公路的车拢驶真紧，万不幸若出车祸，要安怎来处理，才会当避免到第二届的伤害呢？警方讲，这个车若是要会当震动，就甲驶停伫个路径。若要放三角锥，一定要注意后壁来车。沿着这个路径，也则是护栏，掠大约50到100公尺的所在来放这个三角锥，才会当互后壁驶来的车有时间来反应。若咱人千万唔通徛伫个车的后壁。国道上发生事故，首先得先将车停靠在路肩，并且按下危险警示灯，将这粒危险警示灯甲切落，互后壁车辆对远方对当发现头前有状况，争取时间来应变。这个小动作有机会会当伫关键的时刻，伫国道救你一命。摆放故障标志时，一定要注意后方来车，并且沿着路肩或护栏抓大概50到100公尺的地方来摆放，才能让后车有反应时间。当然，放三角固定的标识，这个动作嘛袂使凊彩。除了将车插伫路边，车顶的人嘛爱全部落车，找到安全的所在，才去找警方来斗相共。千万别当伫路中冻点，较袂互后壁车追弄。若无人伤亡事故，请依照人没事、车能动、快拍照、速移车之原则，并采取相关动作之前，如解开安全带或是摆放故障标志或移动车辆前，均应确认自身的安全再行行动。今仔日早起6点外，国道1号往南38.3K 所在，高中的生活车都插伫中线车道，驾驶落车查看，想要告诉互后壁大货车追弄。68岁姓杨的驾驶送病院了后，身躯救袂活。警方就呼吁民众应该要赶紧撤离到护栏的外口，或者是安全的所在。高速公路顶车速拢真紧，车嘛真多，车祸第2摆伤害事件真接发生。民众若当着车故障或者是发生事故，都要做好处理的标准作业程序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